歌仔戏巨星杨丽花首次大型个人特展《世纪初恋杨丽花》，从去年12月25号开展到现在，已经突破了1万人参观。为了感谢一路相伴的花迷朋友，宜兰传艺中心在今天特别举办了见面会，邀请杨丽花亲自上台跟花迷见面。不少的花迷在现场大方示爱，也让杨丽花很感动。 好久不见的杨丽花回宜兰了，一现身，花迷们兴奋与感动之情全写在脸上。杨丽花这回公开露面，就在自己首次的大型个人特展。文书请坐来临啊，红茶。一袭绿色大衣，礼服大气端庄，还开心表示亲朋好友都来了，坦言做特展，心情既紧张又兴奋。前晚整晚都没睡，也没胃口吃东西。为了这回特展，他还拿出许多压箱宝，就是希望给戏迷最好的。是我宜兰人啊。 啊，所以请讲转来遮办这个歌戏的展店吼，我就感觉真激动啦。特展从去年12月25开展至今，不到1个月，已经破万人参观。文化部部长李远更开玩笑说了这段：太紧张了，看到皇帝会紧张。 熟悉的配乐，舞台上将歌仔戏巨星杨丽花从3岁开始到现在，用 AI 动画将她精彩的一生串联起来。文化部还表示，吃饭配杨丽花曾是全民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是许多台湾人共同的记忆。希望此次特展不仅能回顾台湾歌仔戏辉煌的年代，更能见证一代小生杨丽花如何以唱作俱佳的演技，成就跨世代的共同记忆。记者张凯婷宜兰采访报道。